讲到冷空气接煞来，有真侪人拢去爬山，就是为着要看雪。前几天就有一个专门咧带人爬山的，招5个人去爬雪山，结果暗时啊，甲人做的这营场可能是大不呼雪，半暝啊就开始咧落雨滴水，规阵人险险啊，就赶甲昏去。埔棚外口一直咧落大雨，内底也咧落小雨。就算伫内底，也是赶甲皮皮喘，或者山友一直喊得要挡袂牢咯。帐篷真的是双湿，里面湿，外面湿。这帐篷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怎么单勾勾来，连这个都是湿的。吴先生敢形容啉酒甲用小火炉来取暖，不过迄时阵气温已经降到0度以下，效果有限。这个月23做向导的吴先生，带另外5个山友要爬雪山主峰，按时住伫369山庄营地。迄一天大风大雨，要入去埔棚过暝，却发现内底也咧漏水，大家赶甲得要失分。不过协助业者是表示，是埔棚的外层无搭好。没有搭好来，外帐连到内帐的时候，它会顺着那个缝线那边流下来的。那本处基于督导的立场，已经要求许多公司跟山友进行说明，以及后续赔偿的问题。协助业者表示，因的埔棚拢定期巡检换新的，这摆推测是内外站验调的这漏水，会将租金退还给山友。专业爬山向导表示，山友入去埔棚进前，应先确认完整性，也自备防湿粉的装备。除了睡袋把你的体温有效锁住、隔绝之外，然后再来用热塑胶瓶装满热水。然后放进睡袋里面，那比较简单的，它其实就是类似铝箔垫，然后全身包着，它等于就是把你的体温锁住，不会透过空气去流失掉。爬山向导表示，伫个海拔地区拄着天气无好，防止失温是上重要的代志。在出发进前，确认装备完整，甲注意天气状况，还有本身的体能，这样确保爬山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